讲到这几天呢，这股市亲像是西三温暖共款，这美股拜二反弹带动台股冲悬，今仔日是收在21295点，起794点，连续2天的交易日总共是起1464点。不过这台股最近起起落落，也或者违约交割金额大增加，昨昏公布的总金额达到2亿4000万。美股四大指数初六收盘全部起，台股盘势也受到刺激，初七继续反弹，开悬行悬，盘中上悬起超过800点。落尾加权指数收伫21295.28点，起794.26点，创下史上起上低点，也收复5日线。连续2个交易日，计共起1464点。分析师认为讲，这一波杀盘的重心来自美股甲日股，伫国际市场渐渐疏解之下，拄到低点买盘进场。过去这几天，我们可以看到急速杀盘之后呢，市场过度恐慌，融资连续2天就大减了接近500亿，这是造成这一波指数强劲反弹的一个重要关键。宽达三王共步大升，台积电股价前一天收伫880块，也搁回升到920块。公司期待来到将近23.86兆。不过，台股顶礼拜五甲这礼拜乌续拜一2天，大盘计共2811.22点。按照 T+2 交割制度，证交所初六公布讲，违约交割金额达到大约2.39亿，计共有13户无缴钱，其中金额上大条的2个个股是材料 KY 甲国巨。原来初期公布的违约交割金额也有7279万块，受影响的个股也无公布。现在增加所谓的现股当冲啊，可以先买后卖，或者先卖后卖。很多一开始进入这个股市投资的人，后来没有钱可以回补，导致出现这种所谓的违约交割的问题啦。那一般来说，如果你要现股当中，大家都会找那种波动比较大的票。前一阵子股市好的时候，那些高价股波动度比较大嘛。专家讲，最近台股起落真激烈，若是违约交割，除了民事责任，券商会当向客户收成交金额的7%违约金以外，若经济严重，会影响到市场的秩序。依照证券交易法，恐惊面对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刑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